国道6号东草屯休息站今年7月才拄开幕了呢，也毋过即马煞传出卫生的问题。即马规个休息站是拢臭咪毛，因为即搭离草屯粪扫场是敢若几公里尔。清洁队表示讲，目前已经咧加强清粪扫，就是因为风向的关系，才会造成即款的现象。 民众驶车行国道6号去到东草屯休息站行咧，无想到这一落车就闻到臭味。有闻到啦，没有觉得还好，还好啦，反正一下子就走了。如果有要在这里吃东西休闲，或许这个味道就会比较让人介意。 国道6号的东草屯休息站是环乡国道唯一的休息站，今年7月才拄开幕，不少要去南投埔里清境的民众经过，拢会来这休困，才拄去好着臭味，有人烦恼卫生出问题，也有人认为会影响到人佚佗的好心情。因为休息站有时候是门面的地方啊。 因为休息站离草屯粪扫场敢若几公里，当地居民怀疑臭味就是为遐来的。草屯镇清洁队表示，目前正咧甲粪扫载去外县市处理，拄到真咧透东北风，臭味才会四界传。最近进来都是新垃圾啊，因为最近新垃圾局那边有安排，都有外运的额度，有可能就是那个外运的时候车子来在卡的时阵有哦，可能会有味道啦。 草屯清洁队表示，现场囤粪扫的量差不多11万吨，也那草屯镇目前人口大约9万多人，逐日粪扫量平均差不多60吨，即马已经完成一批的包装作业，当咧进行委外处理。有计伫明年度阁要包1万吨的粪扫量，望量早解决南投的粪扫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